点倒的蜡烛，照光黑暗的所在，这是上主的大恩典。耶稣的新诫命，听你的厝边，而且听就是伫别人的需要上，看到家己的责任。遐个赞助弱势团体，敢毋是咱的厝边？作者将事视像关怀事工的期间，发现有一种关人一定却家己掠做了不起的同情施舍，是无心点袂倒的蜡烛，予受施者真大的伤害。所以弱势团体要求的是尊重，却无需要同情因，迄是指无心的同情。有心的同情是关怀甲尊重，无心的施舍是歧视甲高傲。拄亲像希伦克勒捌讲，失明毋是痛苦的代志，只是无偌方便而已。上痛苦的是社会大众的被了解甲歧视。有小说家宋德来老师写《道托推荐》，蒋维文教授甲何信汉教授书推荐书。而台语甲华语对照版是要互华文读者有机会来谈台语文的水。希望这篇第一篇小说会当唤起社会大众来关心残障福利事工，用上主是听的宗教信仰，互咱同齐来为主做好的见证，应神益人。出版大好文化出版社，2025年6月20日。归类小说、青少年文学、成长励志、生命教育、永续发展 SDGs、中小学台文、华文双语阅读推荐用。